新財富浪潮殺到，同 AI 一齊揾錢先至係王道。AI 唔會取代人，但一定會淘汰唔識用 AI 嘅人。而家零基礎都可以玩轉 AI 數字人，10分鐘就整到識講嘢、識出鏡嘅第二個你。機會多到你估唔到，無論你想幫商家批量剪片，24小時唔使停直播帶貨，定係用多種語言開拓海外市場，甚至自己做 YouTube IP 快快手起號，呢個機會你實唔可以走寶。今次仲有2位猛人親自教路主講者 Angela Ng， 專搞跨境數據人才培育，教你踩中 AI 賺錢節奏。分享者 Jackie 中學號做普洱茶生意嘅實戰派，同你講下實體商家點樣用 AI 數字人拓業務。重點係唔淨止教你整 AI 數字人放上 YouTube 做演繹，仲會手把手教你點樣喺 YouTube 撈真金白銀。快快報名，一邊嘆住香濃普洱茶，一邊學識呢個揾錢新技能，遲咗就輪唔到你啦。我係 Angela。